咁而家咧可以根據唔同嘅群組啦，同埋客戶咧去分類翻你唔同嘅圖片，可以喺後台撳翻去 before 定 after， 甚至喺嗰個嘅師傅裏面咧，佢哋年紀可能比較大咧，純粹寫個字或者擺張相入去，咁可以將嗰啲文字同埋圖片咧，通過 AI 嘅方式直接去翻後台嘅一個 WhatsApp 嘅裏面分埋類，可以擺翻落去咧做一啲嘅驗收報告表啦，簡化到成個嘅流程，令到你哋嘅成本咧可以大幅度降低，唔需要額外請多人手噶啦。咁甚至可以用埋一啲 AI 嘅 WhatsApp 咧，去幫你解決埋 send 俾師傅啊，或者 send 啲單據俾你嘅客戶啊，甚至可以用埋個 WhatsApp 咧做一啲定期一啲收錢嘅對帳單嘅 send 翻俾佢哋，令到你啲現金回籠更加快嘅。每一日咧唔同嘅師傅咧都會 send 咗好多唔同嘅相片啊、圖片等等嘅，例如可能係幾張唔同嘅圖啦，咁 send 咗落個群裡面啦，咁同時間啦，咁就會喺個後台裏面咧收到相關嘅一啲資料噶啦。呢度咧已經同你個 WhatsApp 咧直接係對接咗，咁出咗嚟之後咧有啲咩個功能咧，你可以撳佢啦，可以做翻啲報價或者任務啊，咁令到你唔需要再做下載。咁如果有文字擺入去咧，佢會自動演食埋落個文字庫裡面噶啦。咁仲有啦，我哋有一個最新嘅功能啦，咁你可以針對一個群組啦，可以係設定翻啦係邊一間公司嘅邊一個 project 嘅，咁你可以揀翻落去啦，唔同嘅 project ID 啊，甚至綁埋邊張報價單都 OK 嘅。咁之後咧，我哋仲有個 AI 指令嘅功能啦，咁原來呢一個嘅成個群組裡面咧，都自動幫你配對翻，自己食翻落去 create 一個任務，同埋可以將啲相咧成為一個嘅任務嘅模組啦，食翻落去嘅。咁相關嘅同事咧，就每一日咧好簡單啦，只需要一個嘅指令裏面咧，每一日睇翻，原來啲相咧已經自動咧 fill in 晒入嚟呢個 system 裏面，咁甚至佢會幫你對接埋咧係邊一個 project 啦，啲文字如果打咗入去嘅話咧，佢會自己 fill 咗落去，咁唔需要再做任何嘢，咁就可以對應翻唔同嘅 project 同埋項目噶啦。另外啦，我哋仲有個功能啦，就係可以喺度用後台去派 job。send 翻一個 WhatsApp 俾個同事，咁同事可以回覆翻個 project 完成嘅程度嘅。咁呢度可以剔埋個 WhatsApp 啦，咁就可以呼個 WhatsApp 去通知翻你相關嘅同事啦。咁可以揀翻係咩分類啦？可能係外部維修咁樣啦。咁有啲標籤嘅，咁仲可以咧揀翻啦，去自動咧幫你 fill 翻個時間同埋開始日期。通知翻個同事咧，呢段文字就會 send 到俾佢哋收到啦。之後就 set 翻時間啊，或者幾多點要去安排去做咧，咁都可以呢度揀埋個時間嘅。咁如果你有相同圖嘅話咧，你都可以度 upload 翻咧，方便咧去提醒翻叫佢做啲乜嘢咁樣嘅。例如可能兩個水喉，我 upload 翻上去啦。咁當我 save 咗之後啦，咁個師傅咧就會收到個新嘅通知啦，就話邊個有冇 ID 啦，幾時幾號做啦，做啲乜嘢嘅 item，咁同埋啲相都會 send 咗俾你哋嘅咁樣嘅。咁如果去到呢度咧，個師傅都好簡單啦，就咁覆翻啦，進行中。咁如果開始做咧，又可以影埋啲相擺翻入去都可以嘅。咁我當而家就咁開始做啦咁樣。咁佢其實咧個狀態已經通知翻個後台嘅同事，就話俾你聽已經進行中㗎啦。咁我而家到真係完成咗收工啦，咁可能真係 end 咗。之後我哋可以擺翻啲唔同嘅相啊，咁就話翻俾個 AI agent 聽啦。咁啊已經 complete 咗啲相關嘅啲資料㗎啦。咁我哋睇翻個後台會發生啲咩變化啦咁樣。咁咧就會睇到本身你叫佢做嘅 before 啦，之後咧 after 嘅相咧全部都會食翻落去呢個嘅位置裏面。咁同埋啦，下面咧都會有一個嘅 PDF 啦，咁啊全部都會喺度睇得到晒嘅。咁除此之外啦，咁你仲可以下載翻 download 翻落嚟，甚至 send 翻個 WhatsApp 俾翻個客都可以嘅。咁後台仲有一啲呢啲咁嘅備註圖案啦，咁咧你可以喺度 remark 翻咧 before after， 甚至如果有相關嘅嘢咧，都會食晒落嚟呢個附件裏面嘅。咁如果要報價嘅話咧，你可以 sort 翻一個咧要報價嘅 item， 例如進行中嘅呢個 column 啦。咁如果你想報價嘅話咧，喺個 job order 度咧都好簡單嘅啫，只需要撳個掣開單。咁我想出翻張 sales contract 俾個客啦，填翻一啲相關資料啦。咁咧你直接可以撳開單咧，佢已經跳埋過去開單個頁面㗎啦。咁入去咧，甚至可以做埋張報價單，睇埋個報價單嘅格式啦。撳個掣咧已經可以 preview 埋㗎啦。相關嘅內容、價錢幾多錢，做啲咩 column，清清楚楚寫晒喺度㗎啦。咁甚至我哋會有一個 send 嘅功能啦，可以用埋個後台啦 ，send 翻一啲信息俾翻個客啦，甚至可以自動用埋個 email server。手提電話裏面咧會即刻咧就會收到一個嘅報價單㗎啦。
咁可以用個報價後台咧去 send 埋出去，咁你會統一到一個嘅格式，咁而呢個嘅報價咧係用同一個嘅 WhatsApp 去 send 出街咁樣，咁你可以中央化晒所有嘅資料。咁除此之外咧，咁我哋會仲有一個嘅通訊嘅頁面，老闆咧可以隨時入翻個 WhatsApp 裏面做過啲乜嘢啊 ，send 過啲乜嘢嘅 item 啊，全部都會有翻晒記錄。咁嚟緊我哋仲會有啲新嘅功能咧，如果你哋嘅客戶係 send email 俾你嘅，咁可以 join 埋我哋嘅 email server， 咁可以做埋一啲嘅 AI email server 咧入翻落個系統度。咁所有成個 package 啦，咁一個嘅價錢啦，可以用一個最平嘅 selfie 啦，大概12,000度啦。咁如果你個公司個 size 比較大少少咧，咁我哋 join 我哋一啲嘅月費專業嘅顧問上嚟你哋度啦，咁就根據你哋嘅 situation 做一啲嘅 tailor make 嘅，一個月到啦，可能上嚟2次啦。咁我哋一般都可能3個月，咁我大概30蚊啦。咁就每個月裡面咧就可以 join 埋個 WhatsApp 啦，咁有個 WhatsApp server 啦，咁啊大概500零600蚊咁樣啦。之後就我哋嘅維護費啦，起步啦就係500蚊一個月咁樣。可以幫助到你哋慳翻你哋嘅人手，令到你哋嘅成本更加低嘅。記得 like 同 subscribe， 開埋個叮叮鐘仔就可以第一時間收睇我哋嘅新片啦。